為咗應對建造業界面臨嘅挑戰，發展局喺2024年嘅8月成立咗由政府全資擁有嘅香港建築科技研究院。我哋從3大嘅工作範疇去突破呢啲樽頸，包括推動創新建築材料、建造方法同埋技術嘅應用研發工作，優化本地標準同埋推動灣區標準嘅制定，以及提供專業測試、認可同埋認證服務。過去1年多，我哋同政府部門、業界仲有學界緊密合作，各項工作都漸見成果。喺過去1年，我哋全面檢視同埋優化咗15項沿用咗多年，而且對成本影響較大嘅建築標準同埋要求，好似檢視隔音屏障嘅封荷載、地基樁柱嘅設計要求等等，仲為創新技術同埋物料制定標準，藉此提升工程效率、可持續性同埋成本效益。以檢視地基設計為例，我哋同土力工程處針對新界北部地區嘅變質沉積岩做承載力研究，包括進行全面土地勘測及基樁承載力試驗，收集更多數據作分析，優化地基設計。結果顯示，相關岩層嘅推斷承載力可以提高約60%，令地基樁柱數量可以大幅減少，從而降低工程造價同縮短施工時間。另外，我哋都協助統一建築工程項目之間不同技術要求，以簡化施工流程。例如，部分公務工程項目中，大直徑鑽孔樁嘅預先鑽探同埋驗證鑽探數量平均可以減少1/3，有效提升整體工程效率。為咗配合創新建造技術嘅發展，我哋會針對創新物料同埋技術進行研究，以制定本地同埋灣區新標準。香港建科院已經就超高性能混凝土聯同土木工程拓展處共同制定並發出本地技術指引。另外，亦都已經開展為創新物料同埋技術，例如組裝合成建築法、高強度鋼材等，制定相關嘅灣區標準。透過建立清晰同埋本地適用，並且可以延伸至灣區嘅技術標準，有助業界喺設計、施工同埋審批嘅階段，更加有效咁樣應用新材料同埋先進建造技術。喺提供認可認證服務方面，工程團隊以往要為每樣建築產品逐一審核係咪符合技術要求，過程花唔少嘅時間同人力。如果新嘅建築產品仲要花更加多嘅時間添。有見及此，我哋就推出咗建築產品認可計劃 CEPAS， 即係透過一站式認可機制，將合規嘅產品納入中央資料庫，可以擴大建築產品市場，同埋俾更加多嘅國內外優質同具成本效益嘅產品喺本地工程項目入面應用。喺今年1月起，工務工程已經接納 CEPAS 中央資料庫嘅認可產品，進一步簡化物料審批嘅程序。CEPAS 將會逐步認可更加多嘅建築產品。近期成功取得 CEPAS 認可嘅一款裝甲電纜，仲將會首次應用喺渠務署嘅項目。我哋工程團隊喺審批承建商提交嘅電纜產品期間，因為有關物料已經有咗 CEPAS 證書認可，我哋可以加快確認有關產品符合相關標準，可以放心採用嘅物料，令我哋審批程序慳咗唔少時間。我哋希望將來有更多建築產品同創新物料能夠成功取得 CEPAS 認可。屋宇署一直同香港建科院保持緊密合作，將我哋嘅中央資料庫入面列明嘅建築物料同產品嘅接納標準納入 CEPAS 嘅產品規格入面。CEPAS 呢個統一嘅資料庫有助精簡屋宇署審批私人項目圖則嘅流程。只要物料已獲 CEPAS 認可，就可以減少項目需要提交嘅基本資料，有效提升工程整體嘅效率。除咗認可建築產品，香港建科院亦都推行咗組裝合成製造商認可計劃，而家已經有8間供應商攞到呢個計劃嘅認可。發展局規定今年4月起招標嘅公務工程當中嘅組裝合成項目模組係需要由獲認可嘅製造商生產，為組裝合成嘅組件供應鏈建立嚴格嘅質量標準，同時都有助相關嘅供應商拓展海外市場，例如澳洲同埋中東等，進一步鞏固我哋香港作為先進建築方法領導者嘅地位。至於喺應用研發方面，我哋積極同本地嘅學術機構合作，透過先行先試嘅項目，將先進嘅建築創新方案落地。而家就等我同事為大家分享2個成功嘅案例啦。我哋同土木工程拓展處聯同咗香港科技大學嘅風洞實驗室，為隔音屏障嘅設計參數尋求咗更精準嘅科學依據，從而喺設計上達到更高嘅成本效益。研究團隊以元朗南第2期發展項目中嘅一段隔音屏障作為測試對象，
透過風洞實驗，了解風力如何受到周邊地形同隔音屏障嘅外形影響，識別承受較大風荷載嘅關鍵位置。工程團隊就可以因應實際受力嘅需要，減少不必要嘅用料。測試結果顯示，可以有效降低該項目工程成本約20%。我哋正在為唔同項目嘅風洞實測數據作系統化處理，長遠可以支援相關部門持續優化設計手冊。另外，我哋都聯同咗土木工程拓展處同路政處喺元朗18鄉路交匯處興建往元朗公路分支路嘅路堤建造工程入面，採用咗香港研發嘅創新物料高燃性輕質複合混凝土 LDECC。項目期間，我哋聯同香港理工大學協助工程團隊審閱技術文件，仲提供專家意見促成應用。對比傳統物料，創新物料 LDECC 抗壓強度高3倍，控制裂縫同內疲勞嘅能力高出幾倍，而且佢仲具備高延展性同自行修復微小裂縫嘅特性。工程嘅施工環境，一邊係繁忙嘅車路，唔可以封路或者佔用；另一邊靠近民居同埋私人地段，對於物料運輸同埋機械操作都有限制。傳統用鋼筋混凝土為主嘅設計方法，需要架設大量模板、鋼筋綁紮同埋吊運。而採用咗 LDECC 工程，可以由傳統重結構模式轉變為輕量化填築露堤方案，簡化施工方式，令施工更加安全高效，整體施工時間仲縮短咗4至5成。加上可以減少用混凝土振動機等高噪音機械，仲減輕對周邊社區嘅滋擾。我哋好高興，政府喺2026至27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預留1億元。全力支持香港建科院開展多項嘅研究，包括檢視建築標準同埋推動人工智能 AI 嘅應用。我哋會檢視同埋制定更多本地同埋灣區標準，提升工程成本效益。喺 AI 方面，我哋將會提出清晰嘅指引，降低業界採納新科技嘅門檻，協助 AI 同埋建造業深度融合。同時，我哋會繼續透過3大專業範疇，包括推動創新建築材料、建造方法同埋技術嘅應用研發工作，優化本地標準同埋推動灣區標準嘅制定，以及提供專業測試、認可同埋認證服務，實現高性能產業同埋可持續發展。